我是从高2的时候跟阿公学习土龙，土龙是拿来磨米的，主要有3个材料所制成：竹子，还有土，还有木头。它就是一个古代的农具，做工繁琐。以前林家就是靠土龙为生的嘛。6点半起床，7点半工作，就是做联名的工作啊。那也是我们这边的习惯啊，乡下人都是很早，客人不能等啊。我自己是这样认为，如果是全台湾有什么最辛苦前50大行业，我觉得这个行业一定排得上榜这样。帮的话，阮的专门在做米粿的安装啊，米要经过一道道工序才会变成你吃到的米啊，那么就是这一块产业链的一环。传说早期啊，有8个仙人去教一个农民做土龙。那这个农民他学成叩谢之后呢，抬头一看，这8个仙人就不见了，就留下一株荷叶。所以说，我们土龙的祖师爷呢，也称为荷叶先师。土龙啊，主要有分2个大部分，那一个是上龙，一个是下龙。磨米的时候，最重要的零件就是龙齿，上龙跟下龙都有。我们会把上龙煮到下龙的上面，然后转动龙手，逆时针让它转。在转的过程中啊，因为龙齿之间的那个摩擦力啊，把那个壳啊跟那个糙米分开来。阿公是很有名的土龙师，阿公的父亲、阿公，然后到我，都是有在做土龙的嘛。土龙真的算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就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应该要保存下来。我现在做的这个大小是中型的。每一个材料它的长度应该多少？现在在记录这样。其实阿公过去没有任何的记载说中土龙所有的尺寸是要多少，他们都是用大概跟感觉去做土龙。这是阿公打的。做一
以前很干的哦，要先父母4岁。这样的，是的，你录这样，这样。可以。今天可以，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。连弄的东西啊，要不然你们家人一定都爱，没弄就没完事了。我学家就15岁就学过，15歲個，大家人就講誒，因為有田來，當中誒會結束嘅會說得咧。大家人就冇會學，我是卡多日本的，我爸爸都講身體很弱，很弱就做唔樣誒，即係喺度弄嘅東西。連弄的東西啊，這個就平陽的生銹就先結束，加就散毒，放下油。滿昨天呢，我就去隔壁當了，就按人做到的。當中哦，本來有3個師傅了，木匠師傅9歲，韓國木匠做中門的做人，有3個師傅做起來一個出路，所以真難學。哦，嗰什麼講13種嘅2、3到3學過呢？講農業時代哦，因為做土農的師傅也唔係真多啦，故所下班做來農的好嘅時間，故所就你們幾波就喺門頭兩邊來。他把全部考量佢叫行路啊，唔從一隻山盤到幾隻山，要幾下點鐘。佢會統計可比咧富強咧全部強啊，可比有10隻，佢出去做咧10隻農。1隻農佢都嘅帶7年，佢10隻農啊帶70年啊，4年嘅時間咯。佢一出門哦，差唔多2個人嘅當做全部改練啦。我哋就準備8線就分8線啦，分8格，8格都好有8隻線人。
人家咱上面的呢，你好，你国线，你按照米线，你国线，你米线，国线，米线的呢。当我的8线，下辈做了10线，平多就冇唔得。他们不应该不弄过，不应该不来跳舞。讲哎，让我做个枪的好唔好呀？哦，我上个3拿来的哦，因为俺个要求，俺是为纪念讲，你弄子啊，用半本就我个做，用半本就我个讲。我做到13运动。弄个转讲，搿种个哎，全部俩词行分别了。应该是到哪一就讲，后生忙后生哦，做东西很好啊。其实一家会紧串的嘢，袂影响哦。像一生人来做，我讲过，都比本人使用当好诶。当然价值嘞。我学当拢做结束，冇做咧，家就做1500，天就多一下咧，50咧，就完全结束咧。大概因为这么做弄，这个弄很辛苦，大概是我这个弄啊。哦，我特别当运转做啊，就是做经验哦，嗰個穿搭邊咁樣。好，謝謝。冇咗，差唔多沒30-40年了。刚我们70公岁了，我一张外甥呢，就讲阿舅，你头路冇得了，做一走个本来做纪念的啊，来做准备。后来这年进来祝福了，全部搞留念的呀，就按做起来。转些时间就看佢都可以做，看你是佢对你当钟爱啊。第一次接触到那种工作，就係那种，係咪應該留呢啲東西，做啲嘅事來，本後台人。洋洋，你聽得懂阿公講的嗎？啊，之後佢又變到另外一種心情，又想要傳承。好。就完成了。最後嗰段可能係需要想耗費嘅，可能佢畢生嘅精力，佢想要留下來一啲嘅東西。
特别做伊麻烦哦，东西什么带点伊，要改伊做，当然还要做啊，全部冇讲表人来做，做好人在意俩搞动啊好嘞。真是咩冇咁樣就係咯，係自然都搏得冇得做嘅，要回復上去做嘅啊。他們都做了有幾十年了。你一活呢？跟住上做那個頭路。我们就会一边蒸的声音就变得听不大清楚。爸爸比较严重，还有一边耳朵已经听不到，神经已经坏死。阮这款的主要伤害就是耳腔会较大，大家噪音有关。我是对民国65年开始来做米，68年就家己来建厂建二车。迄阵哦，跟咱阮这中央56间咧教我这间是第7间。即马在装咧拄啊收到中国1间。我这专门设备是今年嘉南电米工厂，咱囡仔有做，我同我弟仔家买。离我遮41工，最主要就是这台龙子机，以前人讲做土，这粒呢架过呢，咱要起地理的时阵呢，就做好起。一台车的过程会经过3关，3关内底呢爱捡起来几啊项。这第一关，这个功效呢，就是捡3项：大粒的石头、切金啊，加树仔叶。即摆来搁这台，这台袂使伤久啊。这台就是咧开坑尾的，伊个台啊，坑尾伊台你会跌落去。有，迄走伊遐准。好啊，即摆土坑哦，土坑伊就走你再出去。
臭米就走遮来啊！哦，这就是上尾关啊。无标准的拢走这两趟来，啊有标准的伊种走愈大去。现在那就是新品啊，新品就来比赌了。伊个土人，伊个像恁在凸的，这伊个速度足紧啊，一粒慢一粒紧啊，安尼凸啊。然后你看，这粒已经走一年啊，伊才打死我咧走。你袂使两粒拢扎白紧哦，两粒白紧总我交过呢，交过车也袂破。哦，你著爱有一粒走紧，一粒走慢，你个切克总我拖开。即摆就咧加白米啊，即摆第二处的过程啊。我来要讲对。OK， 我载米来。啊，咱这服务业就是爱安尼。啥米来？我送米来，送米来啊，送米来哦。是我嘛是爱送。阮较早咧做啦吼，4斤米要甲送尔就长路啦，所以个个拢爱知影，至少拢爱讲送。米的转型过来，的冲击力真有够大。较早拢是甲农民大工较济啊，进到小麦较济啊，大工就少去啊。几道？200，可能16个，伊的品质是足好。你食到的人，伊搁去食别人品种，伊拢食袂下。你这新的多少？啊，新的多新的啊。阮会当个继续生存，就是16个中级比竞争。人家介绍在这里的，所以现在每年都在这里。他们的品质蛮好的，要不然我从咖喱那边开过来要30分钟哎。我在这洗哦。哎，你也没我这边洗，会当把你洗哦。一个米厂很重要，大间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啊，太少他不要啊，他一定要很多啊。进大工的是只有差不多有8成的地方路咧卖，就是遐30几岁、40几岁遐少年啊，伊就网络铺出去，我这种有机啊拢无全药啊，我迄个人客嘛，都地来咧教，有2成无伫网络咧卖，就是厝边遮大家分分的啊朋友安尼，嘛是贵啊个啊，种来咧学我教，因为伊量无介济啊。若无要来教，无得教。谢谢啊。就是安尼，毋是惊讲咱台南县市啊，只有外围嘛是拢无啊，收了了啊。人小型的、中型的全部拢收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啊。感恩。谢谢。会使休困10个啊。像我年头迄阵去中外买房啊，迄个卖房啊，迄个头家嘛咧甲我讲。我得剩这尔，啊，无人来买啊，拢收了啊。剩这你着看要偌济，我着凊彩卖你去。我本来是要加买1领尔，变相甲啊，佮4领拢总加买啦。人讲土人就这了啊，客你的物件就是土人啊，照你讲，你讲是土人。这就是爱定义爱换，你着了着爱换。
传统的这无啊，含材料都无得买啊。所以我10当前就开始咧找这土人，这要放来足主位，嘛叫长盘。即摆你买这粒嘛无当买。迄阵我会去当迄个人边啊，想讲啊，就来人比较找啊，我讲话婆摕来找，做摕起，无教着啊，我就拢去遐收来啊。第一个目标就先对马头这附近去找，找到这北门、嘉义、云南来、南昆新，找到真，可能来用几档啊有啦，4、5档啊有啦。你看这一点呢，一个图清楚是国际，切啊么？你以为哦，大家看阮咧嘉义尔，就身躯夹夹白啊。我民国60几年当校的时阵哦，嘛是要到。安尼就完成啊！安尼吼，啊，叫阿弟来底嘛吼，这条尾条，这条第2条，来放卡铃的，你放卡铃的，好来，手刀好，好，好来，手刀好，好。这款米价的物件是足我歹的物件，我年后我当继承啊。你要叫他爬去顶面，摸这个机械，修理这个机械，嘛是困难重重啊。阮先生拢走外口较济啊，啊，拢我含阮祖囝伫厝里两个咧做较济啊。啊，你知吗？你有食啊？啊，你等甲试看嘛，我说会较好食。啊，你后日人若咧讲，才知影讲新的货较好食。算我做囡仔啊，捌阮爸爸就开米家，真足侪间的哦。阮庄恁大细间要几10间的。真农民家己拢有布册啊，老瓜开食啊，老瓜卖啊，拢起来玩大工啊。我拢含阮妈妈因斗教台语，啊，阮弟弟因拢去卡面车车啊。啊，阮先生伊算大囝，本来徛头路是伫台北，但是阮婆婆伊身体无好啊，啊，当搬倒来甲照顾，啊，做米啊。三米来哦。种阮先生是外行，伊袂晓啊。要夹一块切啊，拢夹无法，拢安尼颠足可怜，啊，连到尾也头无法度。我今日学这米甲嘛学足久，才学起来。农民迄阵拢爱读册啊，拢阮太太去咧看，去咧倒册啊，倒看有打无，看好歹伊咧看。到尾阮爸爸甲我讲：“你安尼嘛毋是办法，我来出来啊。”看到这组册啊无共，我就会晓用塑胶袋啊包转来阮太太看，伊会甲我教，讲哦，这。你爱减大一落去买，你袂使要照好就寄落去买。你买啊，才较水啊，切较水歹安尼看咱会知啊。这款的就是歹的，无入浆，无入粒，啊，这就是好的，这有入粒。这内底你甲看，拢规条拢白白，哦，啊，这就是无入粒，这就是歹，这面是无标准，
哦，这无标准，这边是标准。价格品质无好，消费者人赔，所以出来买这哦足重要。民国60几年到80年这段时间哦，伊的加工真啊足好。新农民读册也足济，尾啊少年拢外宁出去，像一寡老人伫厝里要读册也无法度通读，倒咧尔，要落雨，收了尔。伊个好听啊，所以就伫遐收啊收。农民哦，拢是结伙啊啦，无爱负这啊啦。这个市场该淡的了后啦，大家拢未淡得去啊。大，咱的产能就直接车去牵车场买。你农民无读册啊，伊要安怎去教？米价就一斤一斤升起来。我有敢买一台速车机，我等有法度通生存。以前牵车机是1万斤，1万斤速速来店口卖，安尼阁有够。但是速车是足艰苦的工课。我这个时阵9点至9点半去困，12点起一解，2点爱起一解，4点半爱起一解。绕车绕了，就要紧要过去车，连续40几天。2冬前的时阵，我身体袂堪做，收淡的生意是足艰苦，我都能够像较早安尼做。就是2冬前，开始买大的，就教安尼。利润无好，但是嘛个店口我都能生存。我71岁啊，所以这间米家是经营，是啊，袂当讲佫经营偌久啊。喂，女士，哎呀啦，有，什么物件？很常小时候就会跟我爸出去做后面嘛，我爸就很常接到电话这样子。那个画面本来是模糊的，可能到现在就，我参与到其中的时候。拖开头啊，我觉得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清晰。原来那时候就是在讲这个。喂，他来问说工作要怎么处理这样，然后我爸就开始讲一堆，就是就是安怎用。对他来说，每一个流程都很简单。我今年70岁啊，做到今嘛超过50冬啊啦。外口的这个米界，大部分拢有熟悉啦。无米人听讲安西人大家拢捌啦。这拢也袂好啦，你做路爱搁扣，扣做咯，剩扣做啊尔嘛吼，做扣要好呀。70岁再出来再做的很少了。哎呀，我现在是半退休啊。壮啊！下骹铺条做一个楼梯起来就好啊。无要过你要起来，无你落来遮做，小接你才就做一个楼梯起来就好啊。但是，这工课我嘛是按哪解释我啦？按小心哦，嘿。
我即摆要炒大汤啊！我即摆做老龟烤鱼啊，来推啊！对啊，就监工嘛，你看他们制作的情形。我意思讲，你啊，这条菜你就要菜食敢袂落，啊，伊刀敢袂伫遐，刀都毋是袂伫遐，你怎甲做伫遐，那敢有合？哈，阿妈我再起来看无因啦。我们都天天都爬高爬下，爬上爬下，啊，我技高证你都不法度。这个工程是那个尸骨烘干机，这边器材全部换掉，要赶他们在割稻以前要做好。这个比较新型，自己碾米起来的粗糠留着可以当燃料用，所以算起来比较划算。哎呀，啊，但这个炉子很贵，这个炉子一套都要将近1000万了。这边拢烘干机啦，那个就是烘干机啦。早期拢有机，就是拢靠2粒轮啊咧轮，啊1粒莫达安尼，规间工厂拢总叮当，1粒莫达就会当带动规片，3尾至5尾都爱规个拢总会叮当。即摆一间米架起来，动力咧称拢称了几啊百尾。这都是臭米的成品啊，成品了，哦，都很清洁，这样就完成了，完成加工了，到套米桶，这样，这很简单啦。啊，你加也袂用啊，对不？这较加钱好用。我们的糙米从这个下料坑进去。这是我们第1台的精米机，米机一共4台，1道糙米刚好小可起坑安尼啦，这第2道就比较白啦，这是最后1台，米都白了，精米出来就要经过抛光机，抛光机有2部，抛光机都跑在这里。这边是色彩选别机，也是2道。一台色彩选别机拢100万的啦，这本身就是较高科技啊。你的米卖起来要爱会水，就要经过这台。来，我们看这个，这是打黑色的不良米，这个要选掉，没有选掉，在我们的白米一般不好看。还有这边。这一台是完全打白色的，你看这个白的像糯米一样，你也要打掉。这是第2台的抛光机，抛出来就成品了。我们要的是晶莹剔透的，像玻璃这样的米，加工过程是这样，然后又到后面去看那个包装。即摆超市买，你甲看迄米，我个足水的，金骨，所以这样标准是拢安。这是自动的。时代一直在改变了。你较早人一套机械做较好嘛，10外万、20万呢。即摆我要投资价值讲，这个米出来会使，我开几啊千万，我干脆我都卖做啊，收起来。
所以咱这米价就是大间的愈大间，细间的就无法度上。这出车来啊，师，这出车来啊，哪用？这加车啊！这干哪会用？你起重机拢无用，用安尼啦。好了，我来比这。我是要来量这边尺寸。它现在就是说，是一种龙骨机哈，属于传统式的，现在不好用了，换掉。啊，所以这整套我要重新打造过了。像这个是木材的，木材我把它换掉了，改铁质的了啊。虽然是讲着这米价，咱拢知影流程安怎行，但是你场所无共款，你着入目睭，你爱紧，爱看现场的宽度、跨度。啊，甲客户的需求，因的产量拢总无共款。你爱规划设计，想象力要有够遐去。安尼毋知有偌共提工过？无，有诶经验无够啊！再较定定靠腰啊，装到尾讲做都扣袂落啦，切到就留袂落来。我若无读大学，也无讲读啥物科啦，我是国小毕业的。在做这学徒的时候啦，我看人咧师傅会晓做，扣这座啊呢，哦呢挖甲对拢拄啊好。这是安怎来的？人师傅无要甲你讲啦。我人晓中头，我一笑牙去遐比。哦，我这夹刀安怎我夹，你就是爱去摸索。遐师傅创啥咧起壳壳，用骂呢？啊，咱就为了要知影嘛。5号出选机，好了，大功告成了。这样，我就可以交给那个电脑制图的。我投入这个联美机的，应该是在差不多在18、19岁我就开始了。我以前是风源就出风果，风果就是咧高切啊嘛，有风果就是做这个米架机器，安尼。出去按米架拢从风源师傅，技术都是风源的上好啦，正统的啦。当时早期做的。米箱就是拢木做嘛，要紧的对遮老，啊，较要炖较济，炖食。假的你的就是遮老，伊毋是，若讲用加工，加工一包伊就对遮老对遮就水老掉。是。安尼说讲业者人较方便。哎，较早有咧讲代工的对。代工，即款机器拢要代工啦，无可能无代工。咱即马市面上来看这茶，起码拢30年以上啊啦。伊这内底有咧运作。有热度，无注意会去导火，渐渐就拢个改这铁的，茶都一直没落去。啊，即马就是这个物件惊没落去，所以咱的政府毋知是讲提供讲啊，这部分吼会使保存。即马这米机伫遮嘛，吼。哎，这选择机搁一个卡啦，就是这个处理。安尼就搞清楚了。迄个是红果嘛，哦，好，红果我来耕入啊，耕入看啦，紧啦，慢慢啦，紧啦，来，较头前嘞，较头前，哦，较头前，哦，过啊，飞过啊，哦，这等下都会飞过。这拢规撮拢要剪掉，要刮掉。
所有虫在我的楼梯隔壁出去。啊，你若观摩的吼，应该观摩，若无咧教，就唔免安尼做啦。科长了想要教你，你就是观摩用嘛，给人家看说啊，这个东西就是以前的米厂是怎么样，啊，咱这个创造好你的叮当，安尼就显啊，就很像说啊，这个就米厂，皮带都有在动，各部位都有在动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你要实际要用哦，你都要个管理环境啊，你切个教了顶蒙风啊。这条是对，这条白米的应该是这条七米来是应该是这的啊。那一条无印机的，啊，这条来印机的，哦，这条相对。哎呀，这样我来找有啊啦，这样7米半，啊，大家知影。啊，你后面对，哎对哦。哎有啊嘛啊，你啊嘛啊。好，是啊。小四的，小四的，小四的可啊。安尼应该无啦，应该这条啦，这条刷过来遐啦。我这你看这脚仔大细，这支脚仔应该是较大较宽。我伊妈有甲讲，叫伊讲你迄几号爱写，喏批大，敢无写？有哦，这6号的啦，6英尺的啦，啊，这个几英尺的？来，我比一个，写较大机，参这个我看写较大机，来。这个较细，安尼迄条遮的，这条，迄条遐的，这条遮的，啊，这条遮遐的，3条拢爱换。对啦，对啦，无迄大细无共啊。像阮这代，阮搁落去都拢目光拢袂晓啊。照我的现来斗起来，伊无了解，所以就拢爱找阮这老师傅来甲助力，做起来观摩。或者是讲做教材，安尼。我的车一年拢上少10万，逐位拢爱去做啊，啊遍布全省啊。较早伫凤凰这出生当学徒，干一庄过一庄啊，直直有时啊2、3个月拢无转来。这个庄头你来做一间米甲，做了后，隔壁讲哎有人倒遐有师傅来咧做，咱的机器顺续叫伊来修理你的安尼。啊一间煞一间，一间煞一间，阮母讲阮这个囡仔胖起去，我倒。啊，就是爱有功夫啊！我是足早，我伫那个70几年的时候就去南非嘞，斯瓦季兰我也去过嘞。当时咱的国家吼，甲因有邦交嘛，就咱遮有农耕队去伫遐教因布条啊，送因一套讲台湾咧加米的机械，第一个出国遐还有去那个缅甸。做那个杂粮，中国大陆那个沈阳做那个东北大米，跑来跑去啊。我儿子他是大学刚毕业嘛，就跟他沟通以后，他说好，那他回来。我就也还不知道自己未来志向是什么。爸爸就是希望房子我做自己家里的。这我爸讲的，就是台湾人可能出比隔壁啊、拄着在打招呼啊，都是讲有吃饭未？拢袂讲你你吃面未这样子，所以其实饭还是台湾人的主食。那又刚好吃这碗饭的话，其实是不错的，就觉得。对啊，就可以先这做起，之后会不会有其他条路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啊，赵总，你
拿扳手来，这个先个偷掉。迄两块是迄个先个偷去。拢关来啦，关来我才紧啦。好啊，老师咧，对啊，走路。你动作人来做啥都爱准备，爱啥物都爱准备啊，不用说人家讲才会动手吼。这师傅就是一手提铃啊，一手我讲到到，铃啊拄啊挖来拄啊好，安尼速度才会紧。你这个生意要有节奏感的。我师傅。我记得就喊落啦，出较大力的，你这电无相共出来，只要3下4下，啊，都爱拗过啊。电较好势啦，唔是安尼啦，你头拄仔教你是，你是毋是安尼袂使，安尼忙啊害你安尼啦，这你无无得我靠你，我这安尼唔知有困难，脚害起来。上班啦，没办法啦。哎，这工作，小时候其实不太感兴趣。小时候去工地，他那个都会有铁嘛，会叫一堆材料，什么时候要从楼上掉东西下来，你不知道。我爸就是说叫我躲得远远的，然后还有那个会修电箍嘛，目睭慢去甲看。我摕去遐无？哥哥，你这个借我一下，我念一个小东西而已。直接他念落就好嘛，我这样用没？我是念文科的，然后就读翻译系的这样。完全没有，就是连螺丝起子都不会拿那种，所以回来这里会比较笨拙一点。我直接就好啊，最紧的。无啊，因为电箍伫遮啊，还是我电箍砍过。砍过我拢爱用。系啊。你看你过遐用啦，你这个叫我都，我你做好啊。好。啊，电箍啊无爱用啊，还会当摕着，啊是我搁牵一支电箍来，敢有？是吧？两处掉，这未完全燃烧，这个问题这个没掉。安尼就袂稳了对。我觉得这一行真的太辛苦了吧，就是普遍脏啊，不通风的话又很热的环境下做铁工，然后那些铁又不是说很好烧的，就是困难加倍。还要煮菜，把它关了。哇，哪里刚刚来？这回车。安尼。好像熟了哎，熟了啊。这个就是熟的呀。我每天过的生活都是一样的。你先吃饭啊，快！大家都是同一个时间起床，同一个时间刷牙，同一个时间出门，同一个时间吃晚餐。师傅啊，来吃饭啊！吃的晚餐也都一样，就觉得有点像在当兵。很像自愿役啊，薪水也差不多，就觉得说，为什么要把自己搞这么辛苦啊？又没有终身俸，这样感觉签自愿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这样啊，但是不行，这样，这老爸的那个跑去签志愿应该会被他打死，这样。
现在比较少被骂了嘛，大概都会知道说哦，师傅现在要做这个，我就要准备什么。报起来，报到家搞就好了，报到家搞。越来越懂了以后，你就觉得好像越来越熟悉它。就一开始没兴趣，但是现在就是越来越有兴趣了。我素材是要自己较进去，再加嘛这里对啊，加这上面啊。其实之前跟家里的关系好像其实就没有那么的密切，那么的关联，就好像父子都这样没什么互动。但是现在就是互动比较多了。啊我叫你说这里要画一条石骨力，你还没有画？啊，石骨力有画啊，但还没拉啊，就把它拉进来怎样？我觉得画图蛮有趣的，就是只有画图的，我就会知道这个工程摆放的位置，就画得进去的，到现场一定就摆得进去。这个石骨力有一个讲啊，迄个石骨力讲准就安尼啦。啊，伊螺旋伫外口，啊，这个讲超2英尺半。这就我爸比较厉害，他看完现场他就知道什么东西会放在哪里，什么东西会放在哪里。所以其实那个他早就在心里边盖了几百遍的这样。哇，平面的好啊。平面差不多安尼啦，平面的你画这2粒嘛，啊，回来做以后发现，哎，就是那个连接好像更深了一点。参与到其中的时候，然后跟家人的关系又更亲密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好像还不错。这边看袂到，下面削一个揽一个安尼啦，你大这边的爱一个伫遮，一个伫遮吧。这个应该伫遮，啊，这个我算。你这理解的环境啦吼，人客来就是看讲你有清气象无清气象，看你啊表面伊就知啊。我一当清过就走啊，大概3、4个月清一次。你有蜘蛛在我的脸上。其实一开始说实在，我也很排斥这个工作环境，因为我小时候皮肤很不好啊，皮肤很敏感、很痒、很怕这种感觉。然后我跟我爸妈说，我打死我村不肯回来，结果是自己默默的回来。哦，快要死了！啊，受不了啊，受不了啊，真的受不了啊！啊！目镜都拢无看。哇，爱这讲惊人我无用着啊。好了，你可以关起来了。我在幼教10年，以前是幼稚园老师，从我幼教辞职到现在。正式工作应该2年。一开始我会接也是我要求的，我跟我爸爸说，我想要学，就是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，我们家也没有兄弟姐妹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的责任，就是体会到他们的辛苦这个点。来吧。那个稻葛很重啊，就是如果说大约这种20、30袋。真的有点吃不消。也会帮你们用吗？会啊，我们家爸爸。爸爸几岁啊？70哦。跟他长得很像有点长得很像。从小就跟我很像。我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，我会把客人当成像朋友。或家人这样子，
到那边，到那边去泡茶。好啊，你住柳营哪里啊？尖山边要到尖山边那边，很远，我都再来到家，你还很远，很远呢。没有没有，不分年纪，越年纪越大越有话聊。那拜拜，有空过来。这再来吼，这再来，你再来个青瓜。这较济，花卡，花啦，会吼，小花啦。哦。就讲这句哦。肯定是对上就是装较大汉吧。阿母伊对。阿母在吃饭。啊？整咖比较有人情味，比较朴实。对，这是我选择留下来的原因。老瓜红色啦，妈妈整咖较济啦。身边那空，比较，比袂了。比袂了啦吼。上面有在开心的，我都跟老板抢着要送米啊，给我送米可以出去透透风啊。再必来哦，哎，困到吼，甲你吵开歹势。啊，手安怎？手都在疼。安尼哦。哎对，谢谢哈，好来哈，好。我甲你分一道一道，嘿，好。老实说啦，现在超市就很容易买得到米啊。那我们这里就是以人情味为主啊，就想要维持现在的传统那种感觉而已。能做多久都算多久。如果真的要接的话，一定会有一些调整。如果要维持现状的话，可能我一个人就没有办法。现在的小孩子、年轻人都不知道说哦，米制造的过程是怎么来的，可能就是说接一些团体。然后让他们来体验这种过程。那日后会怎么样？计划归计划啊，日后会怎样不知道啊。就先这样子，目前这样子做。哎，你慢看这咧，你看你车偌济车，我就加偌济米咧。啊。分咧。你要啉茶？饮一杯啊！好啦，捧一杯白茶啉啦。饮一杯茶啦。其实这个土龙间，阿公去之后，其实这边都很乱。那我现在是刚毕业，就把这边再整理一下，重新面对这个土龙。很多特别的工具就是只有这边才有，倒马、抽尾、龙块，是从阿公的父亲，就是我阿太，他那时候就留下来的工具。那我也会延续下去，继续使用这个工具。我以前小时候在都市生活，在我小时候印象，土龙真的是引发不了我的兴趣啊。就是哦，阿公是做土龙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小6搬回来的时候，家里的长辈都有在劝说啊，就是说希望我可以先学着这个传统技艺这样。那时候其实也是懵懵懂懂的。这个要多久？预计啊，
9月初做。9月初。哦，很厉害嘞。没有，很慢，阿公比较快。阿公老经验啦。第一次做这个尺寸。对，之前都做小型的，对，第一次做这么大的。我高2的时候，那时候阿公也老了，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。那一年就趁着阿公快生日的时候，就说阿公我跟你学徒，非常开心，因为他非常希望我可以学他的那个手艺，这样就是利用寒暑假时间去跟阿公在这个空间学土容这样子。阿公一共是陪了我做了大概3、4个土容。比较遗憾的点就是，因为其实有些地方还没有很熟嘛。感觉这个会有点难弄，每次做龙斗都会这样，会觉得会很困难。还好，没有整个裂掉。头好痛，试试看，又磨到。阿公以前用刀子的话就超快的，直接用那个竹刀切啊，可我力气不够大。明天开始就要打龙齿，紧张。每次打龙齿的时候，都很常出一些状况，不知道会不会打坏掉。打泥底、排龙齿，一定要在1天内完成。你如果隔天做，这底土就已经干掉了。阿公说最难打就是上了，它的那个表面有些就已经就是水分就走掉了。哇，这解体掉了，倒得很严重。
昨天就是一些细节没有到位，因为泥底太干，也打不够扎实，所以在排龙池的时候就是打不进去这样子。其实高中的阶段啊，就是学起来就是要让人开心。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我是读农的嘛，那个时候才开始对土另外一种想法产生这样子。已经不只是希望让阿公开心的，就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应该要保存下来，就是那种心中那种使命感。我还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，因为其实你们现在看到这个乡村的街道，其实都非常的冷清。希望可以在那边弄个产业聚落，然后让这边的年轻人也可以回来这边工作，让乡村热闹的。透过土粮寺会来的，也有变到土粮寺的阿爸啦吼。透过对阿爸，我要做协助的个角色，也我来做人，我要协助人的角色。我这家幕后都两个属于哦，佢对了传承都两个东西，就变到安尼一家家族里边一种传承的手艺了吼。哇，结束了。嗨，各位小朋友，我是今天才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我叫林晨阳。我的阿公是一名土龙师。土龙这个东西呢，就是以前主要的碾米工具。对，我大致先讲一下是怎么操作的好了。把鼓放进去嘛，我们会让它这样转。好，我在思考说，土龙之后是要走什么样的路啊？拉、推、拉，很辛苦，对，以前都是这么辛苦。因为我觉得土龙在这个时代，它赋予的意义有点像是一种教育的方式。糙米就是多，相对于白米还多了米糠跟胚芽嘛，吃起来就相对比较健康。都市的小孩子，他们跟他们所吃的那些农产品那个连结已经断开了。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重新把这个连结连起来？你要试吗？我要试。可以让现在小孩子认识以前人是怎么吃饭的，从收割、打谷到晒谷、磨米，然后再到每个人的口中这样子。
拜。